有冇諗過你住緊嗰間公屋，一直以為可以安居樂業、舒舒服服咁住到老，點知有一日打開信箱，突然收到房屋署寄嚟嘅一封無情雞信，白紙黑字叫你喺幾個月之內執包袱走人，交還單位。冇錯，呢個絕對唔係危言聳聽，更加唔係喺度嚇你，而係喺2026年香港無數公屋家庭隨時會面對嘅殘酷現實。香港人成日講抽中公屋就等於中咗人生嘅六合彩，但係原來中咗六合彩之後，如果你唔清楚遊戲規則，都有機會被人強制收返筆獎金。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每個月準時交租，無穿無爛就萬事大吉，因為房委會最新嘅富戶政策辣招已經靜悄悄咁殺到埋身。呢啲關乎大家切身利益嘅法規更新，直接影響緊數以十萬計嘅租戶同埋業主。今日我哋就一齊剝開呢個政策嘅外衣，深入拆解下到底有幾辣，同埋有啲咩隱藏地雷係你分分鐘踩中咗都懵然不知。首先我哋要認清一個大環境，公屋政策喺香港從來都係一個極度敏感，而且係市民永恆關注嘅痛點。香港地少人多，私人樓嘅樓價高處不勝寒，普羅大眾要買層私樓簡直係難過登天，所以公屋就成為咗基層市民唯一嘅避風港。但係隨住公屋輪候拆條隊越排越長，喐啲都要等5年、6年甚至7、8年先上到樓，社會上要求收緊富戶政策，踢走霸住公屋資源嘅隱形富豪嘅呼聲就越嚟越高。喺呢個背景下，房委會喺2026年4月宣布咗最新嘅入息同資產限額調整，以及一系列針對富戶嘅嚴厲措施。我哋先嚟睇下最基本嘅數字調整。房委會喺2026年4月更新咗限額，整體公屋入息限額平均上調咗2.8%，而資產限額就上調咗1.4%。睇到呢度，可能你會話：咦，限額調高咗後，即係放寬咗啦？咁點解仲話係辣招呀？表面上睇，限額跟隨通脹同埋最低工資嘅調整而輕微上升，的確係令到少部分原本踩界嘅家庭暫時鬆一口氣。但係大家要明白，呢個2.8%同1.4%嘅加幅，其實只係杯水車薪，根本追唔上好多打工仔加薪或者家庭成員投身社會後帶嚟嘅總收入增長。最致命嘅並唔係呢啲微調，而係伴隨住限額更新而嚟嗰個全新嘅驅逐機制。呢個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重點解說嘅核心辣招，連續超標嘅嚴重後果。以前嘅富戶政策，好多人都覺得有漏洞可以鑽。例如有啲家庭可能某一年因為賺多咗少少錢，或者計埋啲花紅雙糧，入息超咗額，佢哋只要喺下一次申報之前，求其喺個人辭工轉做兼職，或者索性做一陣散工，將個入息壓返落去，就可以安然無恙咁繼續住落去。呢種彈出彈入嘅做法，過去10幾年可以話係公開嘅秘密，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房委會終於出大絕，封死咗呢條後路。最新嘅嚴格規定係咁樣嘅：若果公屋租戶喺連續2個申報週期，佢哋嘅家庭總入息水平皆超逾公屋入息限額4倍，但係又唔多過5倍，咁呢個租戶就必須要無條件遷出公屋單位。大家聽清楚，係連續2個週期超標4倍至5倍之間，就要即刻被踢走。呢一招可以話係徹底粉碎咗好多人博大霧嘅心態。點解呢個細節咁重要？因為佢直接改變咗好多公屋家庭嘅人生規劃。試諗下一個好典型嘅香港基層家庭，爸爸做地盤或者裝修，媽媽做超級市場收銀或者茶餐廳侍應。當年兩公婆帶住2個細路，千辛萬苦捱咗7年先上到公屋，住咗10幾20年，2個仔女都大個啦。可能一個讀完大專出嚟做護士，另一個做紀律部隊或者 IT，4個成年人都有全職工作，家庭總收入加加埋埋分分鐘超過10萬蚊一個月。喺舊有嘅制度下，佢哋可能只要交1倍半或者雙倍租，再唔係就係其中一個仔女暫時唔做嘢去避風頭。但係而家新例一出，房委會就係要話俾呢啲家庭聽，你哋嘅家庭經濟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咗。公屋呢個社會資源，你哋已經唔再需要，係時候交返出嚟俾真係有需要嘅基層市民。呢個4年嘅緩衝期，其實係一把雙面刃。從政府角度嚟睇，俾4年時間你，已經係仁至義盡。政府嘅邏輯係，如果你個家庭連續4年嘅收入都可以維持喺公屋入息限額4倍以上，即係話你哋嘅經濟能力已經非常穩定，絕對有能力去私人市場租樓，甚至係透過綠表去抽居屋、買2手居屋或者綠置居。房委會唔想一刀切即刻趕人走，所以定咗2個申報週期嘅觀察期。但係從租戶嘅角度嚟睇，呢4年簡直就係一個倒數計時嘅緊箍咒。
有好多網民同埋街坊就反映，呢個政策其實係喺度懲罰勤奮嘅家庭，甚至係製造家庭矛盾。點解咁講？因為當個仔或者個女出嚟做嘢，開始開到錢，本來係一件光宗耀祖、值得開心嘅事，一家人終於可以改善生活。點知因為呢個人工增長，搞到成家人面臨被趕出街嘅危機。為咗保住間公屋，好多家庭被迫要做出痛苦嘅抉擇。最常見嘅做法就係要求已經出身、有到錢嘅仔女刪除戶籍，即係話個仔女要被迫搬走，去出面捱貴租、租房或者夾租，甚至係假結婚搬出去，為嘅就係保住兩老嗰間公屋。呢種骨肉分離嘅情況喺2026年嘅今日可以話係屢見不鮮。有啲年輕人明明想儲錢結婚買樓，但係因為要搬出去租私樓，每個月冇咗萬幾2萬蚊，結果乜都儲唔到。有啲老人家就因為仔女搬走咗，變成獨居長者，缺乏照顧。呢啲社會現象正正就係富戶政策辣招下嘅副作用。但係如果我哋退一步，企喺幾十萬排緊公屋嘅基層水深火熱之中去睇，佢哋住緊環境惡劣嘅契房，每個月交緊極唔合理嘅租金，見到有啲公屋戶明明出入揸靚車，一身名牌，但係就霸住個平租單位，佢哋心入面嘅冤屈同不滿，又由邊個去平息呢？所以政策永遠都係一種平衡，冇絕對嘅對與錯，只有資源點樣重新分配嘅現實。講開申報機制，我哋必須要深入探討下而家嘅審查有幾咁嚴密。以前好多人以為只要唔主動講，房屋署就查唔到，呢種天真嘅諗法喺今日已經完全行唔通。隨住大數據時代嘅發展，加上各個政府部門之間嘅資料互通越來越緊密，房委會要查一個租戶嘅資產同入息，簡直係易如反掌。而家每逢10月同4月嘅申報週期，收到申報表嘅租戶都要填報得非常仔細。入息方面，除咗基本底薪，你嘅超時補水、年終雙糧、花紅、佣金，甚至乎你收租嘅收入、兼職嘅人工，全部都要如實申報。好多人就係跌喺呢個陷阱度，以為現金出糧就查唔到，或者以為花紅唔計入常規收入。房委會算得好盡，通常會要求你提供過去6個月或者12個月嘅入息證明嚟拉勻計算。如果你刻意隱瞞，一經查出，唔單止會被實時終止租約，甚至可能會面臨虛假陳述嘅刑事檢控，隨時要坐監兼留案底，真係得不償失。至於資產審查方面，就更加係天羅地網。除咗香港嘅物業，大家最關心，亦都係近期最震撼嘅，就係打擊隱瞞內地同海外物業嘅行動。過去幾年，房屋署高調介入，主動聯絡內地相關部門，查核公屋租戶喺廣東省甚至全國各地嘅房產記錄。結果一查之下，真係捉出咗好多隱形富豪。有啲租戶喺香港話自己窮到女，住公屋攞綜援，但係喺深圳、中山、珠海竟然揸住幾層樓，收緊可觀嘅租金。2026年嘅最新指引更加確立咗呢種跨境查核嘅常態化。只要房屋署收到舉報，或者喺抽查入面發現你有可疑嘅資金流動，佢哋就有權要求你提供內地或者海外嘅資產證明。如果你唔合作，或者被查出真係有樓，唔好意思，即刻叮走。除咗樓，車輛亦都係另一個查核重點。好多屋邨嘅停車場名車林立，Tesla、保時捷甚至法拉利都見過。雖然話買車唔代表一定係富戶，可能係公司車或者二手平車，但係資產申報入面，車輛嘅折舊價值係必須計算在內嘅。仲有保險，呢個係好多人最容易忽略嘅一環。好多人幫自己或者仔女買咗儲蓄人壽保險，供咗10幾年，入面累積咗一大筆紅利同埋現金價值。喺申報資產嘅時候，呢啲保險嘅現金價值係要全部計入資產總額入面嘅。有啲阿伯阿婆以為自己得幾萬蚊銀行存款，點知一查，原來早年買落嘅儲蓄保險已經滾存到幾十萬甚至過百萬，結果因為咁樣超標而被列入富戶，甚至要搬走，真係喊都無謂。當然，講到呢度，可能好多老人家會開始擔心，死啦，我都一把年紀，如果計埋我啲棺材本，咪隨時要瞓街。房委會喺制定政策嘅時候，其實都有考慮到敬老同埋照顧弱勢社群嘅需要，所以喺富戶政策入面一直都有一個豁免條款，只要租約上面所有嘅家庭成員都已經年滿60歲或以上，就可以獲得全免入息同資產嘅審查。即係話，如果你兩公婆都已經過咗60歲，就算你中咗6合彩頭獎有幾千萬，又或者你喺出面買咗樓，你都唔會受到富戶政策嘅限制而要交還公屋。呢個政策原意係想俾長者安享晚年，唔需要臨老過唔到世。但係呢個60歲嘅豁免條款，同樣衍生咗好多有趣嘅社會現象。例如有一啲家庭
老豆老母就快60歲，但係個仔先20幾歲。為咗等兩老可以避開審查，個仔就會急急腳喺父母60歲之前申請刪除自己嘅戶籍。一旦個仔退咗出嚟，間屋得返兩個已經滿60歲嘅老人家，咁佢哋就進入咗無敵狀態，從此唔使再驚入息同資產審查。呢種做法喺合乎法規嘅層面上係完全冇問題嘅，亦都係好多公屋戶用嚟自保嘅最後絕招。不過代價就係個仔從此失去咗公屋嘅保障，日後如果佢要結婚生仔，就要自己喺私人市場打滾，無得再依賴父母間公屋。面對2026年呢個升級版嘅富戶政策，好多人會問：咁我哋作為租戶，到底應該點算好？其實最重要嘅係要未雨綢繆，早作規劃，千祈唔好抱住僥倖嘅心態。第一，你必須要極度清楚自己家庭嘅財務狀況，唔好等收到申報表嗰一刻先嚟計數，而係平時就要有記賬同埋監察嘅習慣。每個人嘅人工加幅、銀行存款、股票基金嘅升跌都要心中有數。特別係而家好多網上理財、虛擬資產，有啲人以為買加密貨幣，政府就查唔到。呢個想法非常危險，一旦被發現隱瞞，後果不堪設想。第二，善用政府提供嘅置業階梯。如果你嘅家庭收入同資產真係無可避免咁不斷上升，甚至已經踩緊4倍嘅界線，與其每日提心吊膽，驚被人趕走，不如主動出擊。香港房屋政策雖然為人詬病，但係綠表資格確實係一個非常寶貴嘅資產。你可以利用綠表資格去抽居屋或者綠置居，雖然競爭激烈，但係綠表嘅中籤率通常比白表高好多。就算抽唔中新居屋，你亦都可以去居屋第二市場買免補地價嘅二手居屋。咁樣做，一方面可以將你手上嘅綠表資格變現成自己嘅資產，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堂堂正正咁改善居住環境，無需要再受富戶政策嘅規管。第三，合法合規嘅戶籍管理。頭先提到嘅刪除戶籍的確係一個方法，但係大家做之前一定要考慮清楚後果。除名容易，加名難。一旦個仔女除咗名，第時就算佢窮途末路想搬返入去，房屋處批核嘅門檻係極之高嘅，幾乎係冇可能。另外，如果係透過分戶嘅方式去處理，即係話因為家庭糾紛或者過度擠迫而要求房屋處分多一間公屋俾你，喺今日嘅政策下，亦都係難若登天。除非你有非常強烈嘅醫療或者社會福利理由，並得到社署嘅強烈推薦，否則房署係極少會批准分戶㗎。其實退後一步去睇2026年呢個公屋富戶政策嘅最新辣招，我哋可以睇到香港社會一個非常深層次嘅矛盾，就係夾心階層嘅悲哀。喺公屋入面被定義為富戶嘅人，好多時喺現實生活入面根本就唔係真正嘅有錢人，佢哋可能只係一班勤勤懇懇、日做夜做嘅基層市民，透過勞力賺取多咗少少收入，啱啱好過咗條線。但係如果真係將佢哋趕出公屋，要求佢哋去面對動輒萬幾、2萬蚊一個月嘅私人樓租金，再加埋日常通脹、交通費、子女教育費，佢哋嘅生活質素隨時會出現斷崖式嘅下跌，由公屋富戶瞬間變成私樓窮人。呢班人無資格申請公屋，又買唔起幾百上千萬嘅私樓，連抽居屋都可能因為入息超額而只能夠用白表去碰運氣，中籤機會微乎其微。佢哋夾喺中間，上唔到，落唔返，充滿住無力感。連續2個申報週期，入息超額4至5倍就要強制搬出嘅規定，無疑係將呢班夾心階層推向一個更加邊緣嘅境地。有學者同埋關注基層權益嘅組織就曾經強烈批評，認為政策過於嚴苛，缺乏彈性，冇考慮到香港整體生活成本極高嘅現實。但係政策嘅制定往往係基於整體數據同埋宏觀嘅公平性。房委會嘅理據亦都非常清晰，公共資源極度有限。公屋嘅唯一目的係為咗解決最基層、最缺乏經濟能力嘅市民嘅住屋需求。當一個家庭嘅收入已經達到公屋限額嘅4倍以上，客觀上佢哋已經具備咗喺私人市場解決住屋問題嘅基本能力。如果繼續容許佢哋霸佔住用納稅人大量補貼興建同埋維修嘅公屋單位，對嗰啲排緊隊、住緊籠、蝸居房嘅幾十萬市民嚟講，就係一種制度上嘅剝奪同極大嘅不公義。2026年嘅呢次政策收緊，可以話係一個強烈嘅信號，宣告公屋世襲制或者終身制嘅觀念已經徹底終結。公屋只係一個中轉站，一個安全網。當你跌倒嘅時候接住你，但當你企穩咗，有能力行路嘅時候，你就必須要行出去，讓個位俾下一個需要嘅人。呢個邏輯聽落去好殘酷，但喺資源匱乏嘅現實面前，似乎又係唯一行得通嘅出路。講到尾，面對呢啲政策改變，與其抱怨，不如積極應對。
對於未超標嘅租戶，要珍惜現有嘅資源，量入為出。對於踩界嘅家庭，及早做好資產同家庭成員發展嘅規劃，諗定退路。對於已經超標、面臨搬遷嘅朋友，可能呢個正正係逼迫你跳出舒適圈，邁向置業階梯嘅一個契機。香港人從來都係獅子山下長大，最叻就係適應環境同埋靈活變通。政策點變都好，只要我哋保持清醒、及早準備，總會討到生存同發展嘅空間。今日同大家拆解咗2026年公屋富戶政策嘅最新情況，特別係嗰個連續4年超額就要走人嘅辣招，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理清思路，唔好踩中地雷。如果你身邊都有親戚朋友住緊公屋，或者正面對緊申報嘅煩惱，記得將呢段信息分享俾佢哋，等佢哋都有個心理準備。你哋對呢個新政策又有咩睇法？覺得係公平定係太苛刻？會唔會覺得係懲罰緊努力工作嘅人？留言話我知你嘅諗法，大家一齊交流下。下次我哋會繼續探討更多貼地嘅民生話題同埋政策策局，大家保持關注，我哋下次見。